有㗎，中間有安全帶。如果到時冇位就佢哋落車，佢哋落車先。唔係啊，落唔到車㗎，因為我直去停車場。準備出發，全程43公里，大概需要41分鐘，預計下午4點43分到達。請行駛到出口，起點為單行路段，注意不要逆行。安全帶係咁樣喺環島轉左，轉入嘉景路。駛出環島，所有車道都可轉右，即將喺紅綠燈轉右，注意轉右紅綠燈。即係直頭去 Terminal One 啊！直接去係咯，4號停車場，4號停車場即係 Terminal One 咯。我哋一陣間轉右，轉入寶林北路。唔係啊，我1號停車場，即係你走嘅時候。你 book 咗車啊？但係你知幾點鐘咧？你仲要食埋晚飯喎，要。即將經過環島，喺第2出口駛出，往九龍7號幹線方向行駛。進入環島，喺第2出口駛出，往九龍7號幹線方向行駛。你好嘅，我嗰個袋係咪？喺我度咯，個袋。等緊啫。差唔多上車㗎啦，佢都差唔多㗎。經過第1出口，駛出環島，然後向左前方行駛。151號向左前方上坡，即將向左前方上坡，向左前方上坡，往九龍7號幹線方向行駛。今朝已經出咗車去觀塘先。係啊，佢揸車落去騰訊快，跟住就再揸翻上嚟。係咯。前面有人主路，注意右邊行車。151號進入將軍澳隧道。注意右邊車道轉站。飛機入邊有 WiFi 啊嘛。喂，有啲可能佢有即係佢免費免你2個鐘咁樣咯，即係佢會咁樣噶嘛。咁啊咪佢可以趁住嗰2個鐘咪用咯。你應該知道而家香港呢度幾點鐘啊嘛。
嗰度淨係去北角都25分鐘，不過一過咗北角嗰度就直產路已經差唔多5點，啱㗎啦，其實唔使5點半嘅其實。知道架車都開得幾快嘅添。
之前成架貨車咁樣鏟埋去咯，成個蓋爛咗。有上機都哦，即係兩架上機。唔記得呢個數目邊度有上機。小隧道後200米後又係主路行駛，往葵涌、大嶼山方向行駛。小隧道後200米後又係主路行駛，往葵涌、大嶼山方向行駛。小隧道後200米後又係主路行駛，往葵涌、大嶼山方向行駛。200米後又係主路行駛。
咩快閃東帝啊？我記得我記得北大嶼山有條快閃東帝，記得。貴魚咯，仲有個貴而家望緊天馬係佢唔知街喺邊嘅，我哋可以幫佢揾佢街喺邊嘅。有個正經都話咁啊遠啦，比較遠啲㗎，要坐無人駕駛車咯。
我都開電台㗎嘛，架車要有啲聲音，我可以集中啲嘅。係咩啊？我都睇唔到，我乜側邊喎。你可唔可以放低我去廁所？你好急嘅喎，咁啊？係咪？即係一陣間我引導員㗎。咁啊？而家用你直佢得㗎，我諗住直入去停車場嘅，因為係停車場黐住 T1嘅。收到啦，收到啦。4:42到43，十零分鐘啦，仲有。啊？車咁鬼細係嘛？一定會熱。我都唔敢開太快，呢度開81㗎，其實我冇去過81㗎，你見我。因為開得太快會熱㗎嘛，就好似你講咯。犀利。係啊，呢度開81㗎，其實呢度我都冇，你叫我開100㗎咋呢度。因為我驚太過拋啊嘛架車係嘛，太過熱，我架車細啊嘛。哦，都係中意行北大嶼山，行北大嶼山順翻嚟行港珠澳。
翻正路，即係平時去機場嗰條路，就係限80其實有相機嘅，咁呢個 Tesla 可能比你快。想霸頂，俾你落咗車先啦，跟住我哋先去機場。呢度睇下先可以過。我想過咗架巴士，因為如果你要上霸頂就要用最左線。而家前面唔係一定係只可以擺一部電話定兩部電話？兩部電話。點解隔離的士頭先我見到係有4部嘅？得啦，可以4。咁我喺平面大堂俾你落車，得可以兜個圈咯，可以兜個圈先咯，係咯。一齊落啦，一齊落。即係上 T1嗰個。咁我哋自己去停車場。係啦。睇加慢慢嚟，因為上高都佢急嘅，有車位啫。O.K. 冇得急嗰啲都係得啦，見到有車位 T4 有車位得啦。我哋啱啱兜翻過去，睇下點樣兜先，識兜。係我跟埋。跟住架巴士得㗎啦，應該係嘛？你要上去嘅，一定要上。呢度梗係唔得啦，呢度邊可以停車？上去咯，上霸頂咯。跟住巴士上到我哋。巴士咯。得可以，你落客啫嘛。落
落客嘅，唔使急嘅嘛，唔好急啊！呢啲急唔到㗎，呢啲佢好急啊！我明啊，呢啲你冇得你唔好急，佢急㗎。唔好急啊！我急㗎啦。你哋慢慢去接佢。唔係你要睇指示，要跟佢指示㗎，你話同你個巴士咁慢嘅而家。旅遊巴及旅遊巴士啫喎，點解我哋行呢條線咧？呢度咯，佢要 cut，佢會 cut 佢㗎嘛，我哋要喺出邊落嘅要。哦，其他車輛。係。即係好似平時的士落客咁嗰啲位㗎嘛，係嘛？係啦。嗱，我睇就呢度咯，但係前少少啦，前少少。係啊，係啊。因為呢度你要跟翻規矩嘅。呢度啦，不如。好，呢度啦，呢度啦。係咯。呢度啦，我哋自己。係咯，我自己搞掂啦。仲早啊嘛，我哋慢慢。係咯，去攞先，一陣見啦，一陣見。好，拜拜，一陣見啦。拜拜。